宜兰和罗东转运站的工程一直拢无完工，互民众怨叹坐车的路线真乱。官府是表示，宜兰转运站按算9月中就会启用，那罗东转运站是明年2月份会启用。另外，针对罗东转运站有要加设楼站的部分有疑虑，官府是讲有经过结构技术的审核，无问题。 每年有300多万旅次的宜兰转运站已经完工啊，要互旅客坐椅啊也拢已经裁好啊。不过因为工程延期也未启用，旅客坐车也是去临时转运站。不过临时转运站发人嫌，动线真乱，希望新的转运站赶紧启用。因为我们刚刚是从社校路这样一直走过来，然后就觉得绕得很远，然后原本以为，因为我们是外地来的，原本以为那边已经好了，结果发现不对，还要再过来这边。 那目前在进行这个启用前的相关筹备的工作哈，预计在9月中可以来正式启用。官府讲，宜兰转运站已经伫咧4月底完工，也完成委外招商，这么正伫咧办验收，按算9月中启用。 另外，伫罗东转运站，监管伫咧进行新建工程，官府按算明年2月当启用。工程即马只敢做到2楼，也佫会委外招商增建3楼到7楼的商场。不过，新建设认为增建部分更均的搭接品质有疑虑。因为希望它是安全的嘛。对，当然要很紧密要的。 大家拢认为转运站的安全性正重要。官府是讲，转运站的接触工法甲结构拢经过结构技术的检核，无问题。所来招商行伫咧合约内面注明，要求厂商要按照规定施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